呢個世界咁大，咁多嘢要溫，點會溫得晒啊？唔使驚，最重要嘅嘢喺晒呢一度。歡迎嚟到哈利高比貝頻道。上次成為工程師三部曲段片出街之後咧，反應非常熱烈，好多朋友仔都 DM 我哋想要嗰份精讀筆記喎。慎重要求，今日 give away 呢一份考牌精讀筆記。唔准諗，即刻答。工程界入邊乜嘢係最重要？咁梗係安全啦。所以哈利幫大家濃縮集結咗呢一份最強、最安全嘅考試精讀筆記。哈利同貝貝用咗大量嘅時間同心機去整呢份精讀筆記，希望可以幫到嚟緊要考牌嘅大家，等大家有個概念，知道安全呢個 attributes 究竟有啲乜嘢要考。最重要係等大家唔使嘥時間去揾究竟有啲乜嘢要溫啊！即係呢，呢個世界咁大，咁多嘢要溫，點會溫得晒啊？唔使驚，最重要嘅嘢喺晒呢一度。嗱，呢一份哈利高比精讀筆記幫大家分咗4個部分。首先，第一個部分就係 construction 入邊究竟有啲乜嘢 tactics 去令到工地更加安全。第二就係成個工程項目由 initiate 到 construction， 究竟各個持份者有啲乜嘢 role and responsibility。第三就係 check 個 TAMWorks 嗰時究竟有啲乜嘢 procedures。最後就係喺危機四伏嘅地盤入邊，究竟有啲乜嘢危險工序，例如吊運、密閉空間同埋離地工作。今日我會送出呢一份哈利安全精讀筆記俾大家。你 IG follow 同 DM 我話想要呢份精讀筆記，之後 cap 圖話我知你同埋你一個朋友 subscribe 咗我哋哈利高比貝嘅 channel， 喺呢段片 like 同 comment 考牌筆記，咁我就會 DM 份筆記俾你，等大家考試如虎添翼。咁你收到呢份筆記，如果幫到你嘅話，記得喺 YouTube 留言話翻俾我哋知啊。咁好啦，希望呢份筆記幫到大家。